主后2023年8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向上主求智慧甲良知。圣经咱做来听读箴言20章第1节到30节。无酒互人放纵，交酒互人发狂，因为酒内迷失是无智慧。王大受气，亲像狮大声吼，惹伊受气会害着家己的性命。避免纷争的人通称赞，毋过戆人爱冤家。贫惰的人无要照时正做，守寡的时找无半项。人心内的假无，亲像深的水，只有明理的人才会甲伊藏起来。讲家己有忠实的听的人真济，毋过忠实的人要去倒位找？照正直行的义人，伊会行行顺顺，真有福气。王坐伫审判的位，伊的目睭监察拢总会歹。啥人假讲我已经洁净我的心，我的罪已经清去。用无相款的凊槌，无相款的斗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囡仔是纯洁还是正直，对伊的行为看会出。会听的耳孔，会看的目睭，两项拢是上主所造。毋通贪名，则免tri狗散赤。目睭八互金，才有狗仔的美娘。人买米的时，嫌讲毋好毋好，买了家己夸口真好。虽然有金，阁有真济宝石，毋过有知识的喙唇才是珍宝。为着像的人担保，着摕伊的衫做抵押，替外人保证，着家己承担后果。骗来的食物滋味真好，后来就亲像喙得布沙。参详会互计划成功，好的策略会互交战胜利。世界讲人是非的，为漏摄人的秘密，交话毋通甲伊结交。咒诅爸母的，伊的性命会亲像灯伫极黑暗的中间失去。真紧得到的财富，到尾无一定是祝福。毋通讲我要报怨，着听候上主，伊会救你。无相款的凊槌是上主所厌恶，假的天平嘛毋好。人兼会知伊家己的路，人的骹步是上主在决定。毋通随便讲，这是要献互上帝的物，则免下冤了煞后悔。智慧的王，亲像用簸箕甲歹人拔出来，用车轮甲因碾过。人的心灵是上主的灯，查明家己的心思意念。主的信息保护国王，伊的座位因为人慈得到保全。勇行是少年人的阳光，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。鞭拍会除去人的罪恶，拍伤会洁净人的心思意念。向上主求智慧甲良知。2022年，互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新闻之一，就是咱国的人
受诈骗赴柬埔寨受难的事件。根据报道，遐个赴柬埔寨的受害者，多数遭受到恶劣相向的非人道待遇，有人搁较是失去性命。当社会大众认为只有治安无好，还是落后地区，才可能发生随意拘禁、搁迫害别人的代志的时，无拍算，警方后来也查出引起全国震惊的台版柬埔寨诈骗案，约有60人以上遭受集团拘禁，也有受害者逢凌辱致死，变成弃尸。互人感觉着惊的是，案发现场是伫闹热的都会区，是时间汹汹，互国人对台湾的治安感觉焦虑不安，敢讲台湾已经成做新崛起的诈骗国家咯。所罗门王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时，年约20岁。若是伫现今的台湾，20岁还是求学读册的阶段，因为安尼，大多数的父母袂真正放手，互囡仔去承担家己的责任。所罗门上互人称道的，就是伊初登基做王无偌久，去欺骗上主的圣无献祭敬拜。迄时，暝时，上主向所罗门显现，佮问伊望得到甚物。所罗门讲：求你，互我智慧聪明，互我通领导即个国家，治理遮的人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会当治理你遮济的人民？所罗门的请求，互上主非常欢喜，毋但赐伊智慧，也赏赐伊财宝、富贵、名声。所罗门王在位期间，以色列的国势真强盛。甲台北对受抹油设立到做王过程的艰难辛苦做比较，所罗门的君王之路算是顺遂。伫咧迁都遗迹了后，所罗门的君王地位就无人会当撼动。当时，连埃及法老也甲公主嫁互所罗门，搁较稳固伊踮国际的政治地位。所罗门伫初做君王的时，并无伫权力地位、财富名声中间迷失，因为伊知影这一切拢是来自老爸代笔的。若真正会当保全伊老爸一生的，就是迄位信守慈爱怜悯的上主。所罗门王用因老爸代笔王做典范，做是伊明白家己并无亲像因老爸共款，通伫真济经历中累积智慧甲能力。因为安尼，所罗门向上主坦诚家己的不足，祈求上主赐落智慧治理人民。早时，君王治理国家需要智慧，今仔日咱踮复杂的社会中生活，相款需要智慧。明明有真济防诈骗宣导，为甚物诈骗案件还是骗袂煞？受骗者阁无一定是欠缺经验的少年人，有袂少是高学历，也是有地位的人也会受骗。真侪人伫咧互提醒可能是受骗的时，还对诈骗集团的话术深信不疑，直到食开才深深后悔。当一个人真正敬畏上主，就比较袂轻易受甜言蜜语迷惑，失去明辨真理的能力。
也袂骄傲自大、自欺欺人、偏离正道。信靠上主伫咱诶生命中掌权，会互咱有智慧甲良知，也搁较会晓感恩。咱着回转转来上主面前，凡事寻求伊诶带领，通好互咱会当远离歹代，时刻活伫恩典中间。默想，我诶心思意念是毋是对着世界伫行，不知不觉偏离上主诶道路？我诶心思意念是毋是对着世界行，不知不觉偏离上主诶道路？做伙来祈祷，智慧诶主，求你帮助我，无世界迷惑，愿你诶话语成做我诶良知，互我远离歹代，无得罪你。奉主耶稣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